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音来告我。然而，我只不过是音，就要别离，沉默在黑暗。然而黑暗又会病毒，光明又会是我的。OK， 所以我们准备，OK， 好，准备大概准备10分钟以后吧，好，10分钟以后，好，我们一场。300个警察把我们团团围住，在深夜里，3部怪手把我们要盖生态村的田地挖得面目全非。我看见了，侦报警察办生态群的对峙，但我没看见你。我们比如说，OK， 你说，你自己有一段独白，对不对？说，现在是脑袋然后在记忆那个，你把这一段你说完了以后，然后你才会有 Q 点去将那个，过来。现在这个都是断，你这个，你比如说你现在讲，过来，那才能过来，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还在还要在。差事在做的议题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觉得一般剧团在做的事情很难跟社会有比较深入的关联，然后有的时候是很架空的，就是好像仿佛这个社会的现状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看了差事以后，我就有一种召唤，就是非常我对这样子的戏剧的实践，我觉得很迷人。他从做这种民众剧场、劳工剧场出发，所以在题材上面，在他取材的对象上面，其实都是非常接近庶民生活的，而且是非常具有问题意识的。好，所以他不见得一开始就去追求那个所谓艺术上的高度，而是他追求艺术跟生活的一种连接。我觉得
钟桥的等于说他的作品里头最大的脉络，当然都是还是在一个站在一个左翼的，好，就是说一种马克思主义批判制度的，批判消费主义的，批判这些经济发展。我觉得这是最怎么讲最大的一个关怀面在这里。他的角色对我来讲都就是一些缩影或符号，就反映了我刚刚讲到的那些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小美眉，建水库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可以让你买好多好多的衣服啊！你说好不好啊？建水库好事情啊！事情啊，大家都要来建水库。白美浓，白水库，白美浓，白水库，白美浓，白水库，白水库，白水库，白美浓，白水库，白美浓，白水库。像我这样的人，就说是一只丧家之犬了。废子，朝着那黄金跟年般高的眼里废子。这一天，一个陌生的女孩前来套路，于是好奇的男男女女都围住她，望着她，盯着她，就会转变成黄金色泽的脸孔。就这样，真相大白。什么东西啊？社会人心不古啊，底层的声音不被重视啊，所以就需要这底层的分多金来唤起人们的良知啊。这分多金难道是用来博取人们的同情吗？这同情啊，比珠宝还廉价。你看这高钱，它需要人们的同情吗？不需要。他妈的，假惺惺同情我，说要给我好处，结果要我上法庭做伪证，我才不干呢！这里隆起嘛，这断层带啊，以前这都是平的，这921的时候就这里，它从这边穿过。哇，你们怎么准备的这么丰盛？谢谢你。愁啊！我不然我就坐这样子不讲呢。都很好，你看一个发福。哎，越来越老啦。对了，除了胖，越来越老啊，越来越胖啊。阮算讲地动了吼，因为这地动真正是足恐怖的，会使讲地动了的时吼，真正大家，真正感觉人敢若拢安尼，拢戆戆安尼，好像你拢唔知影讲即马是要创啊，拢总唔知影，就可能就敢若总安尼脚肥肥叫我推，唔知半年也是几个月了，因老师因入来，一开始的是人要招阮去的是，伊讲什么上什么戏剧课啊，我讲是要演歌戏哦。我知道啊，我知道，那是妈妈指的。但是第二个意识，我就发现我现在什么，全部护着我就对了哈，不管什么那个酒一直倒啊，垮下来倒，全都往他身上砸就对了啦。
对呀，啊，结果发现他什么东西护他都没有，这样，他是全是护着我嘞。怎么办啊？没给你看到来外搭。老公，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的。还没有什么戏剧房的时候，我根本在里面，我就不想走出来啊，我也不要面对人群就对了啦。哦，老公就会很担心啊，怕我自闭掉啊，非常担心啊，怕我变自闭症啊那样。操，哎呀，一开始是就是9.1大地震，就是一个心理治疗的戏剧工作坊去那边这样，然后第一个阶段就是很感动啊，就是有那种大家从一个戏剧的创伤，然后互相的陪伴取暖那个过程当中，然后那个感动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个感动是一开始让他们蹦出一种在剧场，他们意识到一种剧场有某种魔力或者是魅力，他们在那里过程的改变这样。对，很好。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啊，然后也感情很丰富的人啊，我觉得啦。然后他的特质就很简单，就是诗人的特质啊。他对待我们也不会就是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啊，然后怎么样，他永远都跟着我们，好像站在同一条线这样子啊。阿北好，第3个8月份要生啊，年底又要生一个了。一年啊，拢生出来吼，即马知影已经。一个是8月要生，一个12月要生的。啊，他们也是那个下个月要生的哈。阿派唔在变成石冈阿嬷剧团，阿嬷剧团啊，即马变阿嬷剧团啦。阿嬷剧团带孙子一起演了。对，可以哦。那些没参加的戏剧班吼，我都会像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这样子的哈，洗衣服、煮饭然后就做这个农事这样啊哈，这样子就照顾先生小孩子就过一生这样子，可能就是这样很平凡这样子啊，这样子过了啊。结果呢，因为老师的这样带引然后安安都参加这个戏剧班啊，结果就没想到就让我们本来的生活这么活络这样子啊哈。过去他们参加的是妈妈土风舞班、妈妈教室烹饪班，他只是参加社区一种，我只是一个被动员的一个角色。啊，你只要来就好了，你负责劳动这件事情，你负责表演跳舞这件事情，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要管这样子。但是戏剧不一样，戏剧它有更多想法、思想的，然后这个东西是来自于他们内心的，他们过去可能没有想到可以说的，或者是没有机会表达的，然后他们表达了。就像是使尽全身的力气推开那一扇被卡住的窗户一样，我们从黑暗中探出头来，便望见远远的夜空闪烁着一颗颗熟悉亮光的星星。而原本我们的心不断地往下沉，家的我爸爸的祖先的坟墓大概是在那边。每年的差不多3月4月时，
就会落下瓜子，落下瓜子也一项记忆和联想就会 COS 啊，我同我爸爸落下3年，我头下有讲嘛哦，从个火车站行路行入来，然后呢就要去三个所吹啊，去三个所吹瓜子。所以故说讲啊，双礼拜转3年时，我去回想啊，这童年的事，我阿公、我爸爸本来就喺农村地部的佃农的吼，去到个城市谋生的时啊，做工人本身也生活被冇稳定，就是家庭遭遇到非常多的经济上的贫困、失业啦。种种，他和后来我在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从这个文字的创作到戏剧，我都会一直走这个民众的道路，当然也有动态的关系啦，对。也见啦，本来也挨落木卡啦。16号啊，俺爸爸、俺妈妈本来带起来呀。以前也係木造的木卡时啊，就会给升学时，全部托给陈应真啦。给谁个陈应真是禁书没？那你就托给第一件差事屯给将军组啊。就met一个棉被下面，因为这陈应真嘅第一件差是有一篇呐，董春苗一篇给讲，最后就是讲说啊，我要乘着火车离开这个岛屿，我没有家，因为其实以前嘅个木造的木嘅啊。这火茶经过的时啊，要哐，这木个要安尼震动。当然了，陈应真对我而言，它的重要性应该是说，像我这样子的，就说人哦，然后在年轻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变成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文艺青年的时候，因为你要升学的关系，所以你就会有压力，然后在那种压力下，你就开始去寻找一些出口。那这个出口就是你去读到一些课外书，包括存在主义啦，包括那时候的禁书，包括李敖啦，包括陈应真。就是说我也是他影响的年轻人之一嘛。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啦。这个重点哈，就是说，通常我们讲说，某一个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或者他是一个左翼的革命者，那他会带着比较强烈的那一种批判性去面对他所面临的社会。但是我感觉到陈应真他有一个特色，他这个特色就是说，他对于他要批判的事物，他是非常坚定，而且有批判性。包括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他所展开的统独论战，他所展开的左翼的对于消费社会的批评。但是这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通常有更深的对人的那一种深切的关怀。那这个是体现在陈应真身上的。
金乡，还过去，还美丽，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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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乡，还过去，还美丽，内中国人，外抗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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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中国人。外抗强权，内中国人，外抗强权，内中国人。这一个事情好像就变成在当时80年代中期是台湾的民间社会力开始释放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运动，在街头发生的。那这件事情它有一定的那种意义和振奋。这振奋，也就是说我们在反对这个美国的扣公司。第二个呢，我们的采访是针对那个民众，因为那时候海防都有管制嘛，所以我们就是坐着他们那个欧阿掐，然后他就这样到海边去了，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很严格啦，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就变成移民的那种，跟他们一起到那个欧阿北去采访。去了解他们科农怎样那种状况，杜邦来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两个曾经这样第一次的合作，就是去做那个所谓鹿港移民的一些心声这样。那当然那时候是受陈映真影响嘛，然后《人间》杂志有这种篇幅嘛，然后一方面就是说好要去到民众生活的现场，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民众生活现场去那边做访谈。然后赛场永远都一直向我讲说啊，他一直记得我在那个铁牛车上写那个他们访谈稿这样啊，一边一边写，然后他们会留下很深刻印象。渐渐靠近海，远远听到海浪的声音哦。这一个感觉，现在站在这里的感觉就会更为，把过去的一些记忆，不只是感性的，而是自己的这一生里面曾经碰到的这一件那一件对自己意义很重大的事情，重新连接起来。
当初《人间》杂志是很坚持很多东西，烟酒广告，包括很多不应该的广告，《人间》杂志拒绝刊登。可是，一个杂志要靠的是广告，不是卖书。结果，《人间》杂志4年了，到了。就说好，那时候《人间》杂志1989年结束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就90年代嘛，然后89年结束的时候，我也就说，因为事实上，假设那时候那个陈医生他没有介绍我去韩国参与这个亚洲民众戏剧的这一个工作坊的话，那也许我也不会，也许我会去报社上班啊，干嘛，然后也许我不会还在这一个领域里面。那一个机缘对我而言，它恢复了我以前失落的一个章节。这个就是我本来是学戏剧的嘛，后来就因为有朋友赞助嘛，所以在和平东路那边有一个蔡氏剧团。请大家跟着我们踩街，请各位新竹市民跟着我们踩街啊！这是当我们同在一起，丰城效果嘉年华的活动。他比较写诗的人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比较喜欢自己工作。对他其实喜欢自己工作，然后其实做剧场对他来讲是辛苦的，我觉得，对，他其实做剧场对他，因为跟很多人，然后他要跟很多人讲话，然后跟很多人工作这样子，他其实我觉得他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他觉得那个事情是重要的，比如说他想要让大家看，让一般观众可以看到的那个看不见的事情的时候，他选择了戏剧这种方式，所以他要勉强自己，他要把自己推出来去做这个事情，这样子，团长来，积极访问一下，积极演讲。访问的时候一定要戴高帽子哦。今天这一个戏呢，叫做邪灵，在某一个程度上呢，它也代表着一些现代的人对历史的冷漠和疏忽。我说不要别理了，这边说你。
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冷静地告诉着他，这么冷静地说？我心里一直想着，一切都会没有事，因为爸爸从来不害怕死。我和他常常拿他的死来开玩笑。欢迎大家莅临我们村落每个月的盛事——文化之夜。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我刚刚和那个 Gear 讨论，就是文化之夜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有，然后音响要来，像那个吴坚说，我们那2个音箱要带来，然后去租那个就是麦，那主持人是有麦的，而不是说文化之夜变成是说大家都没有音响，那个有点太枯燥了。你把有一个稳定的资金赞助，那当这个东西被抽掉之后，它开始中侨吧，或我们开始要去想，就是今年要办的活动那些钱要怎么来这样子。那他可能就对啊，就到那时候就到处写案子，到处投案啊，看那个钱可以怎么凑。那包括说要到保障岩。它变成是说，比如说中侨跟管所吧，艺术村的管所吧，就它背后的文化局，那个关系又会更紧密了，就是那种更紧密是，其实就是寄人篱下嘛。以前在和平东路时期，他所在的那个，不管是那个剧团本身的小的黑胶地板的排练场空间。或者说在那边制作的戏，他拿到华山去演，他拿到牯岭街去演等等哈，那几个作品，他的一种在我刚刚讲那个让观众担心那个成分是比较低的，其实是比较低的。然后本身在那个时候他的一个包括他呢可以去找请来的一些演员，啊，可以让一台戏。撑得更立体，撑得更多元观点、多元视角。其实大概5年前的戏是比较是 OK、比较好的。好，那这3、4年的戏就比较有点清贫啊，从资源的角度来看有点清贫。那偏偏就又连接到我刚刚讲的问题，因为它又跟补助有关系嘛，你又不得不做。他必须在有限的资源底下，还是不得不做，那就会呈现出来现在这个状态。我记得好像去年干嘛，他就说：“哇，郭金勇，你2年没有写诗嘞，我们那边还要诗集嘞，没有写诗嘞，就反倒写企划案的东西还比较多，反而还比较常写企划案，然后一天然后就变成还要去开会，然后要去做什么，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去做他真的做最好的东西。大家现在看这个队伍里面有蝴蝶、有鸟，还有我们自己做的乐器，还有最后面有一尊树神，它是代表北投自然的女神。那我先邀请我们的计划主持人钟乔。谢谢那个吴尊，然后很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到这个温博馆的榻榻米的这个剧场来和我们分享这个今夜的1人1故事的演出。陈小姐住在这边40多年了，那对这边觉得到处都很方便，也有自然，享受生活。原本以为不见的缆车，现在又要新建，对她来讲有很多的危险和生态被破坏。他很不希望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用自由发挥来看。你这样子，你现在
你现在你已经了解这个事了吗？第一个就是说，他觉得这个空间和这一些材质的质感不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脉络。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只讲对一半，的确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质感，没有所谓什么专业的感觉。可是它本来就是公民参与，你就不要期待它会有什么所谓专业质感。你真的弄出专业质感，就不会有参与的这种趣味，或者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好，接下来呢？像这个像这个照片要怎么？要用挂的还是？其实我们说书演员呢，这课都没有缺席过哈，然后都有我们的妙兰阿姨带着。其实有一种方式啊，就是我们现在假设把摄影都集中在舞台上嘛，然后你就画一个图出来，然后我来找别人执行这样你就不会去。对，可是要用礼拜2之前要画出来，可是我真的就是没办法在礼拜2之前处理这个事情。还有那个当时在那个小朋友出来玩的时候，然后也会一路就是直接到刚刚我们讲的类似那个外面演到的复兴公园。政府做任何活动，它基本上就要3件事：第一个人要多，第二个媒体报道要多，第三个就是不能有客诉。那我们做一个活动，当然是希望它要有一个前瞻性、一个创新性，它要有一个对社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对话、有一些效益的话，那你去做一些东西，你就不可能每一个都是所有的大众都会抢着要看的东西。它可能有大众、有小众、有什么什么这样。可对于官方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干嘛做这样比如说你这一场为什么只有100个人？你为什么不能做一个1000个人的？他们永远是这样的思考，就是以量化来做思考。文化部长会当着我们的面要求说，我们要怎么样跟上 iPad 的时代，我们的资讯怎么放上去，怎么样去交流，然后好像这个东西变成是要一个方向的时候，可是却又跟我们却有如此的非主流，可是这个如此的非主流，然后要活下去，然后的这一种要长出这种韧性，还没长出来之前，真的太困难了。我觉得庄大哥就在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这2年我觉得变得比刚认我们前3-4年前，我觉得又更破碎。他会睡不好啊，因为他比较敏感，对，想的比较多啦。在台湾的环境要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其实这也是我对于我自己的工作不太能够随便转换工作。我觉得我也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想办法能够去支持他这样子，但是也还好啦，因为我们对于物质上的一个需求并没有很大，所以总是还是可以过得去。这是什么？蚵仔米线的那个小肚啊。那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其实是在台北比较有那样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后来他就是还是留在北部。他也喜欢这样子啊，因为这样就是可以脱离台北的工作，回到台中市就完全就是居家生活嘛。对，这2种状态。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也很好，我就有饭吃。他就喜欢下厨做菜这样子，对。哎呀，破茶对。我加一点菊花吧。好啊。你泡几次了？啊？你泡1次而已。我觉得每一个人啊，自己这样子活着，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然后这几年他的情况有一些那种感觉，有一些困境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我是一直觉得他应该可能要休息一下，就是放下吧，去四处去看一看，
这个涉及到现在，就是这个比较涉及到现实的问题了。你要比较 regular 的存在的时候，你去申请更多的经费的可能性，它都是相互呼应的。譬如说，假设我现在决定那样子的话，可能是譬如说现在我们不是在接市民剧场嘛，那你这一个你要有个 office 在 run， 否则呢对方他会不接受你。但是我觉得不会，因为你蔡氏剧团的登记是还在的，然后你可以先去接那种社区的那些教学课程，就是说你的一些联系是还是有持续在进行的，但是你不一定要维持那个 office 在那边啊。对，这个就变成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了。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好，其实还是要啦。就是即便说，如果你的那个社区是它，就是说你希望它是能够几年的，比如说你希望它能够有累积的发展，它还是需要，它还是会有需要，哎。台湾在80年代开始有经济发展以后，人们对城市的现代化有越来越多的想象，这种想象就开始在铲除这个违建，把城市的污点要赶掉的这一个想象。那这一个想象呢，就拆到这个宝藏岩来。那时候呢，在邱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的努力下，就把终于的龙应台把这个后面有一个历史断面挡下来。那挡下来意思就是这里后来就变成了所谓的从废墟想象的这种艺术村啊，但是在废墟想象的艺术村之前，事实上它有一个违建的记忆，那也就是社会的底层的记忆。那这件事情事实上它越来越不被这个记忆或不被讨论，不被面对，这个是一件很值得再重新思考的问题。宝藏岩它会变成一个艺术村，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就是说，从03年一直规划团队啊、运动团体啊、艺术家在那边抗争，然后到大概04、05年才决定说变成艺术村，其实是当时的规划团队吧，跟就是Hours他们觉得是一种可以让宝藏岩保留下来的一种运动的策略。哎呀，警察阿伯拢来啊，这公正义拢来啊。那确实在这个策略底下，宝藏岩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牺牲嘛，就有些人可能拿了钱就离开了，然后居民变少了，然后宝藏岩必须因为要变成艺术村，它有一些空间的重新的规划，路重修这样子。那时候的有一篇报道，大概就是揶揄一下宝藏岩现在变艺术村的状况这样子。然后那个报道刚好，他是在宝藏岩开幕的时候去采访的嘛，所以他有拍了一些开幕活动的照片。那个时候中侨他就负责开幕的活动、踩街的活动，所以那个报纸就有一张
拍到钟巧的照片这样。那钟巧就，他就心里觉得很难受吧，就说，他好像被批评说我是这个变成艺术村宝藏岩边艺术村的其中一个推手或者是协助者或者是共犯这样子。这里不是我们的理想吗？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政客了耶！我是想要这里变得更好。我跟你说过，村子变什么样子，你不要假装不知道，好不好？然后我们就都忘记，我们应该对这个地方愤怒的。我觉得有外人也不是一件坏事啊，他们没有干扰这里的生活。我觉得有这些改变，也许也不是不好的，说不定可以让我们的村子变成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我就不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脑子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违背我们的传统，你违背我们的传统。对，因为它有点，它是飞音嘛，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要不要？没讨论一下。好，重点不是，就是我的疑问其实还是只有那个刚开始。以前陈映真在批评这个消费世界的时候，他是比较站在比较是老马的这个左派的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在看。但是现在我们面对，比如说文创啊，譬如说文化能够生产一些所谓的产值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境和过去已经不一样。那我假设为了另外一种理想主义，然后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社会的现实，然后我被这个社会打倒了、击倒了、击垮了，那你也会觉得你很不安了。那所谓的击垮，就是某一个击垮就是酗酒啊。
这个画叫做《长夜》啊，是那个耀庄大哥他在1962年画的，在当时他已经和陈映真他们私下组那个左翼的读书会，意思就是他已经走入了革命道路。但是呢，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要走入革命道路的时候，他有非常多的禁忌，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反共的时代，所以左翼的这种思想是没有办法被抒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从他一方面在展开这个左翼革命行动，但是当他反映到他的绘画上面的时候，是一个好像人在一个地下室里面，他的苦闷，他如何把他的理想实践出来那种苦闷。我想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感觉到像吴耀宗这样子的一个左翼的一个艺术家、画家，他所代表的是一种，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如我的标题所说的，就是说，革命者的铁屋啊，这件铁屋这件事情呢，是我阅读鲁迅得来的一个心得啊。假设我们现在都闷在一个铁的屋子里，然后呢，忽然间起火了，那这时呢，你是要去摇醒对方，让他在醒过来的过程当中，然后知道说自己也要死亡，还是就让他死亡去比较好？我想像吴耀宗或是陈映真，他们基本上，他们在60年代的时候，事实上是闷在台湾社会里面，对于左翼扑杀、反共的这一个整个的环境底下的一个铁屋。那这个铁屋，在这个铁屋底下，他们能不能冲出这个铁屋呢？事实上，到了后来，陈映真做了某一种选择，这个某一种选择大概反映在他在坐牢出来以后，1980年代他的第3世界文学论述，他对跨国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要再创造一些左翼运动往下走下去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吴耀宗而言，他在1980年代，当他坐牢出来以后，他发现这个现实的社会并不比起他以前去坐牢的时候还更为让他带来的更大的希望，所以他选择了另外一个幻灭的道路，然后他喝酒，然后最后结束他的生命。我觉得钟桥他是一个，就是现实感很强的人，就是说现实感跟理想性都很强的人。对，那个现实感，我指的比较像是柴米油盐这种事情，就是说你要写案子，因为要生活，所以写案子就是为了柴米油盐这些事情这样。那另一方面，他的理想也会很强，就是说他身上一直有那种可能在80年代留在他身上的那些印记吧，他都会感念那个时候受谁的感召或受谁的影响这样子。那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是这两个很强的东西。当然是这两个很强的东西一直在他
心理这样子撞击嘛，他才会有那么多的自己感到矛盾或困惑的地方，这样。来一起吧，亲爱的同事，你们手上这有一张歌谱。安息吧，亲爱的朋友，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我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生命里面都有最脆弱的部分。我深深的体会到，从药中的谢氏，我从中的体会到一个革命者跟一个酒徒，一个圣人跟魔鬼，一个向上的人跟一个不愿意起来沉沦的人，其实都是一个人。但愿就像蒋勋写在这里的一个挽联，但愿他把所有他的颓废、沉沦，在我们心中深深的颓废跟沉沦都带走，把他那个最光明的、向上的、喜悦的部分留给我们，让他所留下来都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让我们帮他活下去，他没有活完的日子。就是57岁的人了，我已经快靠近60岁的人，那我也不认为我是那么有什么才华的人。那人到了这个岁数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说，好，其实人最终，活得有意义的是什么？这样子。安息吧，亲爱的朋友，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
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哎，你看，好，来。我们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对，30年。30年老友。有陈映真，对，有钟桥，还有另外一个王墨林。另外，我正要你的东西呢，我赶紧要看了，因为我写那个台湾戏剧史那部分。有一个很长的章节嘛，台湾的左派经验跟大陆左派经验完全不一样，完全两回事。中国大陆的左派经验完全是它变成执政制，它完全是意识形态化，是吧？而且它已经是变成一个政权的东西。台湾的左派它始终没有进入政权的领域。他始终是在关注最基层的民众的事情，关注弱势群体，他寻求的社会的公正。他目前存在的重要性在台湾整个文化艺术已经走向了消费时代，已经变成社会中一种消费文化的部分，商业文化部分。仍然坚持在文化战线上，像写诗也好，以前写报告文学也好，现在搞剧场也好，再去讨论民生的问题，讨论人怎么生存，有怎么可能人的自尊、文化的独立，从站在台湾本位，真正站在台湾本位上来思索这个问题。严肃的思索者已经越来越少。生气了，该他了，该他了，太饿了。能不能？别追了。别追了，对他跑，别踢他，踢到你这里。我今天呢，就从台湾带了一些小糖果来，跟你们分享分享，好不好？怎么说啊？好东西不嫌多，拿到糖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交给关老师啊。好，这先放我这。可以啊。是姓关吗？对，关。不姓关嘛。不是关。他们都是叫英语老师或音乐老师。哦，英语啊，那是英语老师，音乐老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冬天呢要等待春天的到来？是不是？是。赞成的小朋友呢，
要拍你的这个空气中的3只蚊子，好不好？拍15只蚊子，15只蚊子。学校今年前应该500多个学生嘛，然后这学期又到630几个，就是学生越来越多，因为附近像东巴附近有些小学都已经拆了。要是这里一拆吧，就真的不知道哪里去了。不知道去哪里上学，我不知道哪里上学，不知道待不待得下去。真是。对啊，其实一个村庄，它要拆之前，它一定是先拆小学，小学拆了，它里面的人没有办法上学了嘛，就是这个村庄也差不多要拆了，一定第一个是先拆小学。我们这样子说好了，我们现在2选1，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倒过来嘛，哦，让我们来透过这个游戏来相互练习。好，走。气死我了！没人气我！你对他说什么？我们是平等的。超哥，我们家很乱，去了不要笑话。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就已经到了。金峰，你开门的。我们住在25哈，对，门开的这个。好。屋里很乱，别笑话哈。太乱了。这么客气。好。我看他们过来，他也不理我。哎呦。那你2001年的时候，你就决定到北京来打工了。那时候你可不可以说讲一下，你那时候你怎么样和你老公商量啊？是你先来还是他先来？是我老公先来。后来我就跟我公公商量，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我一个人在这屋里种庄稼啊，老老小小的哈。是。我说挺不容易的。我说那天旱的时候，那个田里边干的那么宽的开的那个口子。那个水稻全部干死了，哎呀，我就想着都没法活那种滋味儿。后来我就跟我公公说，我说这样吧，我说你儿子在北京，我去看看，如果找得到合适的工作，我就在北京工作，每月给你们寄钱。那你现在租这一间要多少钱？400一个月。400啊？那你的卫生间和我们都在1层。炒菜的呢？就是卫生间在1层，炒菜都在楼道里，现冬天不都在屋里吗？就在你晚上你就在这边炒啊？做饭是电饭锅做。哦。卫生间是公共的。对，在1层。好。内心比较激动、比较感动的事，就会讲，强下会去做个访谈的事。你去到节目开始，你就会提讲伊一条具体的家庭生活的物件。这是懂。重要的事情，特别对工人家庭来说的话。不能脏了啊！这还没上。这还没有到成品啊。这还没上漆呢。这还没上漆。这只不过是刚做的。程序还蛮复杂的。然后那边是冲漆的，还有那边冲漆的。
厂里通知今天晚上加班。还是老样子，加班不该加班费我不干，不加班。太累了，我也不加班。不加班行吗？如果不给加班费，我们就不干。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别闹那么僵嘛，给大家口香糖吃吃。OK， 好。这里是城市或乡村，都是，好像也都不是了。这里是边缘，是城市的边缘，更是乡村的边缘。因为这是被城市的欲望遗弃，但是又吞噬的地方。是第三世界吗？无声地承担着发达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不平等的代价的区域，是吗？但是通常是国界在区分着发达与不发达的界限。如今，我们眼见的却是中国境内的第三世界。就在下午的时候，这开心果就送我们出来搭车。她的美丽的侧颜好像有些依依不舍。在道别的时候，我心里头想着，到底还有多少和她和她的家人一样，在这都市的边缘的底层寻找出口的人呢？乔哥，下午好！你们在台湾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北京现在是下午5点半。开心果希望乔哥天天开心。传了一个简讯。那不知不觉呢，我跟钟晓在我20几岁的时候不小心认识了，然后之后我们就有一些臭气相投的地方，比如说我喜欢喝酒，因此我们就维系了蛮长的一段友谊。对我来说，跟钟晓喝酒的意义是，仿佛我从我身处的现实，台湾当前的现实，得以进入另外一个次元。在那另外一个次元呢，两个人在那喝酒，那我就再一次的受到所谓左翼思想，或者用左翼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种种台湾的问题或者全球的问题。这个书我花了很多的那个功夫啊。对啊，因为我就把很多的我的东西，然后先整合给他们这样。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之于市场，但我们现在可以有2种态度啦，一种就是我根本就不和你这种市场玩，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态度。我现在的心情和态度是，
我想要介入了，简单就是这样。是。然后我在搞小剧场也一样，虽然是很少观众，但是我也想介入。我现在不太想一直是那一种，就是置外于这个主流的市场。虽然我进入不了，但是你想进入？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重要。你想扣门？我觉得这个是重要。这一本书呢，它大概很多的章节啊，是剧场、文学，还有我的社会实践，所以我们称之为靠左走，我们称之为从未抵达，也从未放弃。柴氏剧团所展开的民众戏剧，是一种从底层出发，从这个世界的这个边缘，又或者第三世界这样子的弱势的边陲的国家出发的人民，他们怎么样透过文化、透过写作、透过戏剧来表达他们的心声，来传达他们的想法。诗人可能在这个状态下，然后就是子玲哈，你可能因为你昨天那样子全部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不到你的脸。那这军帽应该是跟历史有关嘛 ？OK， 好，那你这个历史有关，就会连接到你更想找到真正和你的历史。对啊。我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吧？现在是什么时代？无差别。现在是他妈的无差别的时代，没有更轻，没有更重，所有事物以更贬值的方式存在着。我逐渐腐了。我们今年的戏里面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要完成的一个状态，应该是黑暗中的抵抗了。在这个戏里面的这些人呢，其实他们都分别带着不同世代的乌托邦。那他们死亡了，他们去到一个好像是废墟的酒馆的地下室，被称之为天堂或新天堂的地方。那他们努力寻找出口，但是他们终究没有出口。但是他们一定要在这个没有出口里面抵抗。回答我！难道历史只是一片喧嚣吗？准备了吗？来了 ，1 2 1 2 3 go！ 很好。是我迷路了吗？是我迷路了吗？心有呢？我只看见坑坑巴巴的泥泞路、芒草、花石了。
面好热闹，可惜都和我们无关了。即使还活着，我们都是城市的游牧者，我们只能在城市的边陲打转。节庆会有我们的故事，节庆需要的是欢乐，需要的是亮丽的包装。我们就只是一堆骨一堆肉，静默的沉埋地底，发出一股酸臭味，抵抗着，抵抗着。世界上的左翼的人呢，其实是在黑暗中抵抗。所谓世界被压迫的人，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埋藏在这个新天堂酒馆的这些人的身上。那绝望中的人，只有透过抵抗呢，他才能够看到未来。但是他的抵抗，会是黑暗里的。越走越危险。哎呦，走啊！走啊！阿哥，阿唐，阿爸，行啊！好，感谢，谢谢。咱因为咱即卖真侪练习甲咱要讲话有关系啦哎呦，啊诶哎哦呜，哎诶啊哦呜。迄是阮阿嬷过往时，家族仔来有300外人，现在因为6轻来啊，地价煞无法度生存，所有真侪人选择出外，只剩一寡老岁啊。不过咱这个砖头啦是从6轻设厂了后啦咱土地啦甲人甲空气是受到拢污染啊。但是多少人会知影？有偌侪人会知影？这厝就算个该荒废啊。做荒废咧，透落去拢无了咧大。是啊，170几个，差不多20-30年了。差不多意思。差20-30年了。你10年来都可能我来4-5个较多，甲空管咧来3-4个。对。差不多无半了。都拢无，这拢需要了。这是适当一个需要了咯。
是啊。真正无法度的，我的安尼。这几条坏，真坏，这东西。啊，自热天来影响到吼，污染水果种不起来，然无啥人咧整理。透早起来，我就爱抹饲料去饲鸭。哎呀，怎么包这个都是运动啦，会喘啦，这个都是运动啦。安尼尔，爱信哦，你重点是啥物啊？敢讲啊？爱信，你重点是爱信。我疑心行话我你上不要拜啊！你老家出来，不要出嘛，真给小拜。这个村庄的人口，住在那里的人口，比台塑的389只烟囱还少，你们相信吗？他们的乡亲已经越来越不敢住在这一个村庄里面，还有人住在这个村庄里面的人，在忍受着像刚刚钟胜雄所说的，他们只能够忍受着死亡，忍受着这一个生命和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村庄没有未来这样的苦痛。我不过是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并吞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惶惶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默。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